要是等到早上了，你们起不来，我就按下这个。我真谢谢你啊！哦，你谢谢。等到早上我起来了，我就按下这个。不用，你等我起来之后你再按好吧。不用。不好，我不需要的，我这几天都起得很早的。那给妈妈吗？那你问他要不要啊？你要不要？我不要，他为什么都不要？一个我自己醒来的感觉，可以吗？能不能让我有一种那种自然醒的感觉？不想。你要怎么叫我起来？你告诉我来。假如我现在睡着了，你怎么叫我起来？那我不起来呢？那我就再叫大声一点，等到你忍不住再起来。等我起床气，我就揍你一顿。这个比闹钟还恐怖，你知道吗？